会。向你这位平安，欢喜主日来到圣殿，特别今日咱要甲主三角祈祷守圣餐，也通过守圣餐，咱搁一摆来孝念主为咱定时价的功劳。这条咱来念14首，圣诗第14首，哪路得直直走。伫遮第3节的所在，对着道道的问，你的上帝倒位？吼。第4节的第2节，伊面我爱赞，吼，毋是爱做吼，爱赞。来，咱来念第1节、第4节。请。那路地地地走，嘴带啉开水，我心轻无爱到，上帝所带去为第4节，声诉是一不安，心心着望主名。伊问我爱赞，我要学路感谢。请咱过来看287首，救主我爱就你。咱又要念第1节到第4节。
赞，困情欢喜记念，哦，乐音时，所过凄惨烦恼，正别得你，可强变做成乐，叫做我爱着你，叫做我爱着你，来就滚你。今日守圣餐，咱过来看219首。祝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咱吟第一节就好。祝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流出宝血，献出真正疼我。当我这道向，竟感谢吟诗，用爱你笑了，用爱你笑了，用爱你来笑脸你。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着趁耶和华通找着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救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圣诗第14首，那路直走，那路直走，请咱会众起立来吟。请咱幼儿园兄弟，咱用书读圣经，个别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日本着病倒入来受苦，死败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权，要对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统，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6篇，这是第诗篇23篇。我来启，咱来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音。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便车。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耶和华的厝。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这时，请你的圣神光照阮，互阮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也用你的免流成做阮的喜乐，用你的话来养饲阮，互阮通遵守你的教示，明日三思，一世人跟缀你。
阮伫天顶的爸，感谢你差派你的圣囝耶稣基督向阮来显明你的疼，将救恩甲恩典白白赏赐互阮，佮赏赐信心的保惠师伫阮中间。求主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知影你呼召阮来的报赏是何等的荣耀。伊应允要互阮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你伫阮心中运行的气力是何等的强大。感谢主，今日阮要举行圣餐，甲主同道，新的恩赦显明上帝神圣的疼，活命的饼，互阮白白享受着主的恩。当阮逐摆领受圣餐的时，求主帮助阮拄起内心的骄傲甲自尊，将反省留下，好好藏伫心内。感谢上帝，引带洪凯今仔日要伫华语礼拜受洗做你的囝儿。主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阮一世人跟缀你。你也讲，我来是要互你有活，并且搁较丰盛。感谢上帝，咱拢是有福气的人，愿要用感谢的心享受天父满满的疼。10月，阮各团契改选的时间，主耶稣，你是教会头，阮拢是肢体。你互阮每一人无同，搁按kỳ职。各司其人，发挥阮的恩赐，彼此服侍，建造教会。求主互受竞选同工欢喜顺服你的差遣，旨意上帝讲建立基督的身躯，来完成主你交代的使命。祈求信心充满阮的教会，活出你的疼，落实伫你的教导，互阮的信徒甲耶稣基督同心同意为主来活。愿咱的教会因为信耶稣是基督，来行出神的美好。福音是好消息，咱的好处无伫你以外的见证。愿同心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学老圣歌对今仔日学老的诗歌饼的心力。
你若邀我心甘苦，就知主的有慈照顾，请来坐倒，享受恩赦。基督是咱活命的饼。圣经，咱今仔要看的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后书11章21节到30节。哥林多后书11章21节到30节，伫咱周报的后壁，咱会当三角做伙来看。我讲安尼是无体面，哪亲像阮前是软正，总是人伫什物代志看口，我也看口。因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因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因是基督的妻婴吗？我搁较是。我着磨忧较济，关落家也较济，受拍甲袂算得，济济摆险险死。我互犹太人拍5摆，每摆40个减1个，3摆受拐仔拍，1摆受到石头顶，3摆拄着船破，1日1暝伫深海，常常热路。拄着江河的危险、插马的危险、本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内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面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受落落甲艰苦，斗斗无困，腰挂喙焦，斗斗无食，寒寒脱目体，拄起这个外事。也有一项代志缀我，就是替正教会挂路，一水乱流，也我无煞乱流啊！一水着达，我的心无亲像火刀啊！我若不得不着看口，就要看口关系我软弱的事。圣经读到遮，今日二节牧师要甲咱讲到的题目是看口。看口什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遍呼召阮来到你的教会圣殿来敬拜学罗你。愿上帝你家己的话来亲自安慰阮，互阮有快乐。用专心来跟对你，来跑走未来路站。我们来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人伫这个世间，为什么爱夸口？佮到底是你夸口什么？咱建成教会有社区，咱有长者关怀据点，一礼拜有3天，这3天的中间有6个时段，总共有100多人的。在长辈离咱的教会里活动，每一摆中昼食饭进前有15分钟，是牧师所谓的心灵鸡汤啊。牧师这个心灵鸡汤是非常接地气的心灵鸡汤。牧师记得有一遍咧问咱教会的在长辈，夸口，第一讲夸口，有啥物其他的讲法无？哇！咱这个长辈7、8、9、10岁，大家哇，大家拢开始咧讲。有人讲碰风啦，嘛有人讲啦摇摆、笨龟龟、臭蛋、好胆。接续牧师阁问，为什么人会爱夸口、碰风？长辈嘛讲，因为爱民主啦，输人毋输阵啦。输阵会歹看面啊，看袂人好，甚至有人讲内心无安全感啦，内心无安全感，无法度满足。其中一个90岁长辈讲，牧师你毋知啊，
这世界就是安尼啦，这世界就是安尼。安尼看口，互人拢是负面的感觉较侪。想要啊，点一个。日即站咱照新阳讲读经的进度，咱就读到雅各书、哥林多后书，发育新约时代有侪世界观念想法已经进入教会。当教会受世俗化的影响，教会原本的真理就变质。当教会福音一变质，问题就开始产生。并且引起教会内有真多人甲人之间的冲突，甚至信仰上重要的迄个真理嘛受到修改。今日的经文背景是发生伫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起造上疼的一间教会。当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去别个所在来宣教的时阵，有一寡假的使徒来到哥林多教会来传福音，因重伤保罗，因看口因伫福音顶面的成就赢过保罗，高举家己。直到哥林多教会有真侪人对保罗有侪误解，讲保罗真侪的歹话。讲保罗讲一套做一套，外表普通，讲话伤粗俗。如今的哥林多教会已经甲保罗当初传福音的福音真理有渐渐有淡薄仔偏差去，直到保罗非常的挂心。如果今仔日哥林多后书11章第40，咱无读到第40有安尼讲，有人伫教会传无共款的耶稣。嘛有信徒接无共款的信心，甚至接纳无共款的福音。而世俗化价值观充满的21世纪，如今的教会是毋是有这款的问题来发生呢？教会挂羊皮卖狗肉，侪教会渐渐失去真理。淡薄啊，亲像俱乐部，还是社团的聚会。咱知影保罗原本叫做扫罗，下面牧师要讲保罗信仰的转变的过程。早期扫罗是大迫害教会的犹太人，有一天伊行入达马斯的路上，忽然间有对天有光围雷来照着伊。当扫罗拄着国外的主耶稣，互耶稣的手摸着的时阵，伊的性命180度来改变，称做热心传讲福音的使徒保罗。过程中，保罗常常拄着侪的艰难甲困苦，就是咱今仔日读到这段经文，咱做伙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21章23节到27节。咱周报后壁面。11章23节到27节讲到，保罗为福音的缘故，伊就受到真侪艰难，伊受关监牢，受拍，有真侪件险死。伊伫坐船的时阵，有坐船的危险，受到因家己的人犹太人的攻击，城内外邦抗议，假兄弟等迫害的危险。伊传讲福音非常的辛苦。艰难，伊常常困无饱，甚至为了正教会的情形伫挂心嘛。正教会什么情形？正教会就是当因真理慢慢啊偏差的时阵，保罗为了因来挂心。咱嘛知影真侪咱的兄弟姊妹，也是久无来到教会的时阵，咱嘛是为因来挂心。保罗安尼拄着情形，如今咱基督徒敢有法度会看到感受，还是接受？牧师应该是真困难。意思是讲，如果做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一定会拄着大的艰难甲试验，也是安尼。
咱敢要信？牧师，我未读神学院之前，阮母会的地牧师常常鼓励兄弟姊妹，毋通做袂顶袂动，就是礼拜堂的基督徒啊。做袂顶袂动，就是礼拜堂的基督徒。礼拜煞离开就做家己，安尼基督徒看了真轻松，享受一个宗教的礼仪，但是无法度经历什么是基督的疼。意思是基督徒爱参与教会的服侍，咱袂来置身事外，有参与服侍，虽然会拄着艰难，甚至有互兄弟姊妹的误解，但是会帮助咱经历什么是真正的基督的疼。会记得田牧师来到民权的时阵，伊成立社青团契。请我做因的辅导。迄当时我差不多是35岁左右，35岁我戆我就接来，因为大家拢有听牧师分享，阮是33岁较信主的，35岁安尼戆对教会嘛毋像真了解，就接个。然后才知影陪伴社青在青年，毋是遮简单的代志啊。无管是因的信仰、工作、感情的问题，还是青年彼此的问题。常常互我甲姊妹牧师为因来挂心啊！阮咧想，咱既然接个辅导，咱就爱尽责任。阮常常来替这个青年来祈祷，拨时间来陪伴因。咱的洛林嘛是阮迄阵刚好陪着哈，我们的指挥也是那个时候的青年呐哈。有时在青年电话一来阮就要走出去陪伴因，陪伴到3更半暝啊！甚至才拢开始有感情的问题，为了感情的问题，要参因父母有人因为交女朋友参妈妈感情拢变歹去，阮爱去谈沟通。如今佫想来，阮有即款为别人挂心、陪伴、当受苦的能力。其实拢是基督的疼，深深的激励、扶持阮，操练阮的信仰啊！咱过来转来看保罗，保罗无因为伊伫宣教有真大的成果，而是拄着遮大的艰难，就夸口伊为主耶稣做偌济的成就，而是拄着偌济的冲突危险，伊就放弃。保罗游玩4国，宣扬福音，起造教会。为主立功啊！顶礼拜姊妹牧师讲，为主立功啊！因为保罗深深了解，伊有法度传福音，无啥物好夸口。伊完全是回应基督的疼安尼。咱过来看今仔日的经文21节到22节。今仔日的经文21节到22节。咱做伙来读无来21节到20，对，好21节到20来请。我讲啊，你是无体面，免亲像感情是软正，总是人伫什么代志夸口，我会人夸口。因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因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因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保罗写这份配合哥林多教会，伊毋是要夸口什么，夸口什么。虽然表面上看是伊要回应这假的使徒，还是有一寡兄弟姊妹对伊的攻击，其实伊有一个较大的用心嘛。他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用意啊，要互伊所听的哥林多教会重新来了解，嘛是要互现在21世纪的教会了解。伊早前传福音的是怎样的耶稣啊？是甚物款的信心？是甚物款的福音？因为当因当心回头转来，伫正确的真理的顶面，教会较有法度恢复，真正是基督的教会。一
是基督的教会一定带来合一，一直带来彼此相挺。互教会真做真正是基督的教会，毋是互教会继续真做是俱乐部，还是社团。主耶稣是保罗信仰的老师，主耶稣怎样做，保罗就怎样传。主耶稣所做的影响到了保罗。那约翰福音书3章16节到17节所讲的，16节讲，因为上帝就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见啊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以听世间到安尼。17节佫讲，因为上帝找囝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啊。迄底是一个耶稣，他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啊，嘛是应该咱较信的，是定是一个耶稣。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后，这罪拖到所有的后代。无管咱即摆是基督徒，还是毋是基督徒，这罪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当咱甲上帝无好的关系，咱人会一直活伫惊吓，互相对敌。咱即摆看国家甲国家的战争，咱看咱这社会有真多对敌的关系，甚至咱看到咱的家庭嘛有真多对敌的关系，无平安的中间。罗马人书3章23节嘛讲，因为人拢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人活伫世间，好亲像船驶伫大海的中间，一直伫超找通靠岸的所在。如今在座的咱，通得到救赎，通得到安稳的靠岸的所在，毋是即个世界互咱的，也是即个世界互咱的，咱毋免来到礼拜堂啊！兄弟姊妹，世界荣华富贵。地位、名声、金钱，无法度互咱有平静安稳的性命，是耶和华上帝人民的疼较有法度，是上帝因家己的囝无罪的耶稣替换咱的罪。无须阁讲一遍，咱通安稳过日子，甚至咱讲有永生的愿望，是上帝用伊的囝。耶稣来替换咱的罪，耶稣担当咱所有人的罪，互咱重新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当咱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咱较有法度改变啊。提摩书讲袂顶袂当的意思就是讲，当你来到教会，但是你来今仔日参加一个宗教礼仪。你无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你的性命无法度改变。这讲起来真简单，耶稣为咱死，其实是无简单。当牧师你写这个讲章的时阵，写到这，我心内嘛真震动。我们都是重价的恩典啊！这么21世纪有真侪人传福音，拢传得真简单，讲耶稣真简单，幸福吗？感觉讲真简单。耶稣为着咱，将一切的罪，放伫伊家己的身上啊！受尽拖磨、受掠、受希望、希人、受骂、配喙烂，领受一切的鞭挞。规身躯拢是伤痕啊！最后受钉伫十字架顶惨死啊！较有咱啊！耶稣敢是软弱软正吗？保罗敢是软弱软正吗？因为保罗的软弱，却将福音传到全欧洲，甚至全世界，甚至100几年前来到咱台湾，诚做上伟大的宣教师。耶稣伫世间嘛，就互人看到真软弱、软正，甚至最后受钉伫十字架顶牺牲性命。
却完成上帝救赎世间人伟大的计划。所以，毋是夸口，却是软弱，才会带来强大的生命力。咱的生命要有气力，毋是靠夸口。只有冷静的时阵，才会带来平安啊！咱即摆拢知影中东的战争，咱是教会，咱拢知影同父异母的战争啊，嘛是拢是共一个祖先兄弟仔的战争啊。大家拢无管是以色列这边，还是巴勒斯坦这边，大家拢夸口，无人想要软弱，无人想要牺牲，要怎样带来平安呢？咱做伙来读今仔日最后20个经文，29节到第30节。最后2段经文29节来请。是最软弱，也我无煞软弱；是最着重，也我的心无亲像过刀啊。我若不得不着夸口，就要夸口关系我软弱的事。各位兄弟，愿今仔日透过保罗写予哥林多这张批，搁一边提醒咱的教会。咱建成的教会，咱是甚物教会？咱敢是基督的教会？嘛提醒咱每一个在座咱的兄弟姊妹，咱即摆信仰的境况是如何？咱是抵御多磨这世界的事，听世界赢过听耶稣吗？马太福音书16章26节，马太福音书16章20节，有经过咱什么代志？人若得到全世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有什么利益？人会当用什么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还是在座咱有兄弟姊妹，因为某一寡的原因，互你的信仰人心倒退？还是在座有某一寡兄弟姊妹，你的性命早已经失去方向，失去热情？也是安尼？保罗提醒咱，也是要夸口，伊宁愿夸口家己的软弱。因为当咱知影家己是软弱的时阵，代表咱需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主，安尼咱就哪来哪谦卑，并且咱的心怀意念，咱想的，毋是要拢离世界，咱想的拢会离基督哪来哪近啊？当咱愿意安尼改变。当咱愿意安尼改变的时阵，咱就法度甲基督做伙行迄条平安佮丰盛的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听世间所有的人，想视耶稣基督。用无做耶稣基督来救赎阮，要带互阮来平安。基督徒的记号就是软弱、牺牲，因为阮知影每一摆当阮软弱的时阵，阮愿意牺牲的时阵，上帝你的气力就会教阮直直。愿阮一生用谦卑的心来服侍上帝。阮在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回应诗，咱三角来吟圣诗第287首，救主我爱救你，请咱起来吟。
请坐。咱要守圣餐进前，牧师来提示一下，咱今仔日的杯无共款，咱对今仔日开始，咱用不锈钢的钢杯，是不锈钢的钢杯。大家放心，咱拢有消毒过拢会大家来安心来使用。啊，佫有一件，这不锈钢钢杯，咱等下会回收。你迄真水，你毋通等下摕走迄一个钢杯真贵真贵，所以等下你毋通摕走迄等长老会甲你收杯转来咱即时要来举行新礼典，按照教会的体制，今仔日进行教会小会议长知名牧师基派我来主持这个新礼典。要开始进前，咱做伙来吟诗，信诗219首，坐你吟就会使。进诗219首，助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你来受伫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受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嘴焦。受困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咧。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昔日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问迄暝有提饼作声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嘛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
伫我的会息日个，既然啉的时，就行呢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复活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名、伊的模样诞生，咱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社，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信心来信别阮，也信别这个摆伫你面前所守护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是生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的长老。这是耶稣的身躯，伊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享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伊会昔日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然后塞。
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会昔日的，既然啉的时来纪念伊，咱三个来享受。咱即时请后师长老来收杯。恁逐摆食即个杯、啉即个饼，是表明主的死伫国国内。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三真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不过，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遍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来接纳阮，所以用慈悲帮助阮，互阮继续伫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荣光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奉献，咱即时请奉献的同工。
咱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公道，请咱来做伙来关心咱教会要做伙代祷的事项。伫咧周报的内也，咱过一摆照到牧师的信息，愿耶稣基督听会当扶持帮赞。咱为了主的事工来立功，徛伫主的关联，咱若要看口，就来抓主来看口。咱要来为着咱的肢体的调养的兄弟来祈祷。咱提名有陈金主、刘慧英、何世兰、王兰姐、甘基姐、德明兄、保育姐、邱敏姐、丽水兄、余梅子、盛雄。毅力、朵娇、一诺小朋友、英泽，秀荣姐是顶工阮甲牧师去看，因为装心脏支架，振兴医院已经出院哈，真顺利。肖辅炎因为关节的问题嘛是有住院，马街阮甲牧师拢去探访，新妈妈已经出院在家。那伫咧福建中的惠中、碧莲、美金、念之、凯华。咱也继续为着咱教会，因为癌症化疗中的静茹姐、于君、亚娜姐来三甲来代祷。咱为着咱世界局势以巴的冲突，会当紧来平息。咱为了难民的安置，甲人道救援会当来随时到位。咱若阁会记得一项，11月12日福音主日会有备，请咱会为这项事来代祷。咱即时会当，咱兄弟姊妹做伙三甲，有声无声伫咱的这个心内做伙来祈祷。你拜阮的上帝，你做阮的头，做阮的主，做阮的保障，做阮的欠客，特别为着阮所要做的见证，所要做的事，主咱无是你，因为无法度做啥物，有做你的信心。甲阮甲弟弟保惠师甲阮三甲做伙，互阮无惊吓，互阮伫主的内面得到平安。我祝你时时刻刻会当真做阮的帮助，互阮的病，互阮的需要。祝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是听阮，你无离开阮的，你的主爱永远到阮伫地。哈利路亚，主，感谢你，你是阮的主。哈利路亚。主，阮提名为着教会所有长期调养、身躯病痛的人来祈祷，求主存你的信手来医治、来拯救。伫今仔日嘛是敬祷的主日，感谢上帝，互阮的教会有60位70岁以上的长辈时代。圣经讲，白头毛是水的冕流甲体面，虽然咱有时咱的肉体甲心肠渐渐消退，但是主你是因的溃烂，是因的盾牌，阁是互因行起头壳来的上帝。今仔日照着牧师的信息，互阮知使徒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关押、着磨、险死，一直赶入教会事。阮检查无像你保罗安尼，但是阮会当学习伫教会的代志，忠心服侍。阮若有啥物通看口，要抓主来看口，因为阮啥物时阵软正，啥物时阵
阮就刚强，因为阮要来靠主来得胜。祝愿搁一摆将明年的总统的选举会当合伫上帝的心意，以及伊把战事会当停线和平，归予人民正常安居的生活。即时，阮要用助力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三角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像伫天里。愿日食也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阮也赦免辜负阮人，无伫传日时，就叫阮替带入去拍的。因为国、管理、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咱澳洲的学师，请咱读去来看来准备先来备班。咱教会的消息，咱今仔日第一项，咱今仔日来举行本年度第5摆的圣礼典。感谢耶稣基督救赎恩典吼，咱有一个蔡宏凯兄弟，伊是伫咧咱较等的华语礼拜要来洗礼吼，接来成做咱本堂陪餐会员。后半年咱的圣餐的奉献吼，咱即个汤酒今仔日的主日的现金，咱要奉献的对象是良谈得胜的之家，要来协助更生人因的顶头生来回归社会吼，所以咱今日奉献是要来关乎龙潭的得胜之家。过来就是咱今仔日是也是欢喜的是日子吼，咱今仔日是重阳敬老主日吼较等下咱即马礼拜咱即个时阵要来颁发咱教会敬老金吼咱这吼有一个咱教会这有名单吼若是你伫咧民国42年10月31号，民国42年10月31号出世的人，咱就是咱今仔日会当来，咱有来准备敬老金吼。较等下我有讲咱遮两种名单，其实咱60位的长辈吼，但是有个人检采无当来到现场，不要紧，咱我若会将咱的即个红包来送互伊。咱教会吼，咱有一个要互咱的所有长辈一句上帝话啦吼，我来念互咱听吼，互咱内底咱遮的长辈吼，70岁以上的吼，咱上帝话吼，我往即个圣经摘来先送互咱大家，主要用长岁寿，互你满足。互你看见主的救恩，我感觉即句是真好，所以先往即个上帝话送互咱今仔日敬老的每一位长辈吼，主要用长岁寿哦，互你满足，互你看见主的救恩。好，我即马要来，咱要吼为同年轻的吼，其实你若42年11月1号，今天就没有这个红包吼所以今仔日42年10月31号，咱为年轻的。较少年的，请咱会当徛较头前来吼。所以我为林美金吼。上面发吗？对，要下面发，请美金吼，我看到美金来了吼。美金离开了。有。文成可以请爸爸慢慢走下来，上面的可以慢慢走下来。好的，知道。请开10号麦克风，10号麦克风，音控的。123。请进仔兄陈周健、魏新庸、翁冠文，好。好，人真多，好，来，慢慢来哈，好，来，进仔兄。陈周健、魏新庸、翁冠文、郭仁吉、黄世敏、周淑哲、黄志和、萧淑华、
苏胜琪、田园玲子。好了，林慧珠。啊？林慧珠有来吗？啊，赖淑珠可不来，啊，伊个萧淑女，来，黄静茹姐无遐都来，陈周阳，好，陈周阳，林云云，好，林春枝。林春枝，陈秀荣有来吗？秀荣姐当手好来，纪言阿美来，吴慧英从后面过来的，吴慧英，林静秀，都不兄可能无来，秦前次。秦前次，然后郑春。没看，对，我都照名字排的啦。我念到哪里了？现在念到哪里了？今天是我念到哪里？啊，那个叶梅姐，叶梅姐，许张梅，林朝泰。林朝泰有来吗？赖胜雄，叶梅姐有上来吗？彩云可能没有，彩云没有来。仁和，黄仁和。陈茂兰，但茂兰遐位3楼吼，所以有较慢吼，不要紧，慢慢来。我要看一下，有的在3楼哈。田福兄、苏天福、茂兰兄从3楼下来会慢一点哈，来。咱就要进入到咱搁较期待中辈，当来遮无简单的陈珠爱。5张老牛朱爱杰哈，赖清光有来吗？那5张老牛哈，来陈朱爱，赖清光没来哈，好，邱佑梅。邱佑梅了是5文强长老吼，5长老，哇，咱已经吼渐渐进入90岁的5长老了，就是曾宝玉吼，宝玉庄宝玉，宝玉是90岁，还有宝玉这。宝玉，曾宝玉啊，搁一位90岁是陈德明，有来吗？90岁中辈，90岁哦，咱搁会当来咱的教会做礼拜吼。陈德明搁来是雪英，帅英姐有来哦，哇，很不简单哦，他连着帅英姐2礼拜拢来教会啊，帅英姐。雪英姐，佩莲姐有来无？未必呢。佩莲姐无。过来是潘碧妍，咱的碧妍姐93岁。
我们碧妍姐93岁哈，碧妍姐，香瑶遐有来无？哦，咱即摆同年长的是94岁的林双瑶第1名，最年长的是香瑶遐。我们后面就不念了，那都是96岁、97岁、98岁了。咱同届年长的是，同年长的就是甲林香瑶吼，94岁来做礼拜，安尼咱来拍拍者，大家好，拍拍。感谢上帝，予咱的时段吼，来，咱最后咱唱迄个一条《上帝在照顾你》吼，咱请咱的师上帝在照顾你，不是上帝在照顾你，唱了，请牧师来祝祷。为因祝福，上帝在照顾你呗。上帝在照顾你，哪里的路，哪里的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好，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守事建成教会遮尔侪时大长辈，成做阮信仰的典范。感谢主你伫因的一生安尼的祝福，引带带领。虽然因的肉体渐渐衰烂，总是主相信伫主你的保守的下面，因的信心甲倚靠是哪来哪坚固，哪来哪加添。望主你将你的信心、望甲勇气，继续守事伫因的身上，伫因的家族。互因的家族充充满满得到主你的福气，得到主你的恩典甲感恩。愿咱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明年还阁来哦，吼，咱94岁、95岁吼。